数款，后上太上宫，有花太大光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忠古，又到了俺哋老后生人打最久嘅时节。有想讲冇，人嘅生命当中有当当人来来去去，不过对青当人来讲，影响佢最深呢系朋友。不过听到俺哋年岁进来嘅太，两个人生当中嘅感情，感觉有变化变淡也变深呢。不过今日俺哋有请到6个后生人，老大家共下来分享佢哋过去嘅友情，众上欢迎。首先，老大家收嘅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最近學習慢慢看淡人生嘅子怡。那親像係阿伯妹會講嘅話，誒做嘅見面面當唱阿伯妹復古風。冇錯，60年代。談阿伯妹有乜嘅人生道理嗬？第一首老大家分享嘅係呢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想用時間把事情隨便封閉，就給你嘎嘎嘎。Hello， 這是什麼文青用語？也就係文青。好，第三首老大收嘅係阿思妍。大家好，我係動腦人家不骨有味、健身夢遊嘅阿爺妹。健身夢遊唔係只係講技術㗎。係啊，你咪知道你係有呢？唔係我就算有男朋友，我還會同他講。好，我冇係談，我冇係談。第四首老大收嘅係一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會保持好心情，唔會本拼影響到俾機器嘅。哎呦，大家都會好，就會不跟大家來往就沒事了嘛。樂觀派，我會讓你做朋友。我是按切體力的，切斷。保持下高體力這種，一定要懂唱。所以第五首老大收嘅係回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回見咧，我咧下考自家唔是考拍生。好，你係咪故事代表？你有翻數方面有。故事代表。最尾攞一首嘅白劇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對朋友硬好，唔個朋友對我哦，計白劇。嚇？你對你都好啊。前見要我陳爹。你冇對你都好咧，你冇對你都好咧。好咧，大家唔好吵吵鬧鬧。我一開始就有講到，你對於大家來講，可能唔係木坑人對你影響最深，影響最深嘅係乜嘅朋友？有可能喺你人生當中有千多嘅來來去去嘅朋友，我可能有一隻。兩隻就係影響你最深嘅兩隻朋友，你下請大家分享一下，你過去嘅兩段友情係用辦來熟識，用辦人開始嘅，阿自己先來好咧。我嘅朋友呢係你過上5年生到大學畢業有12年嘅時間嘅朋友，因為喺去強學嘢嘛，嗰時你都在學啥，嗰時你完全係做空調服務。係強下太嘅啦，係要強摸錢係摸錢賣苦啊！摸錢難看，強患難嘅精神啊！強患難嘅精神，故作係強下嘅困苦嘅精神。冇唔錯，強下冇錢，強下作富嘅。講到咧戲劇學人，而家身體嘅項目係咩強人作強跳圈咧？係冇啦，冇安全過啦。幾多嗌做強跳圈嘅？誒冇，我哋嘅細數咁樣。我按過啦，我係自家特劍好冇？係啦，冇啦。我嘅朋友其實咪係套戲劇學人嘅，唔過係我各種1年生嘅時節，體驗認識嘅朋友，一體驗認識嘅朋友呢，見到我哋上到動槍因為呢係成果強用，韓國做嘅衫褲啊風格咪強用，個卡通因為呢。冇強用，面係強用嘅就係正氣嘅，跟住送包亂嘅。係啦，唔過啊個卡通因為呢係強上，都會帶頭嘅，我說加上都強下裝不下，平常時就動好嘅，唔過後面因為佢貴重3年生嘅時節，我考試到高中嘛，佢冇個，故所就冇繼續嚟讀人嘅學校咧，冇天天咩冇練到嚟啦。佢係咪唔想我同強澤學教？冇啦，跳嘅，係條絲嘅神經冇，聽日都仲想停藝強下學教好唔好？我就冇想我，唔過學姐要這樣講話。嗌開玩笑，嗌同強樣嗌嘅好朋友咩？係嗌國中時期嘅，因為嗌係準學生，大家應該而家假使講準學生，去到幾片東南一先被排擠在先被排擠，東南一很像外星人。係異類。這樣時嗌就想講，嗌東南一批嘅就年代嘅團體小圈圈，唔過嗌有個朋友都好坐嗌後背，俾人哋做好好嘛，咩？係先唔明。誒，杜學嘅好
號嘛，就20號、21號，哦，那就有動到幾筆大水果，講完就知道，哎，佢講話懂神奇就變做好朋友，就係用神奇咯。班上董春颖都用才追潮的哈。是六张棒梅咩？六张棒梅。你讲底面是你的世界啦，給搶下沒？會唔會吃到你黑異常活潑？唔係咩？當劍先係有朋友。唔係啦，我咩有好朋友嘅啦，係啦，我係高中嘅朋友啦，高中朋友嘅用時間開學啊，無記叫大家無按熟師，唔過我老記嘅係因為嘅成功通用。唔係，就變唔係啦，成績唔係成果，係成績差唔多。哎呀，你有嘅技術，但唔會問題啊，會老先生去問題啊，就按樣變咗好朋友。還是互相作弊。啊不。冇錯。講到咧個好朋友個團體，咧個讀書嘅時節好朋友，白徛唔頭擺咪係按樣嘅熟識呢提隻好朋友係冇？係啊，我認識我提這個好朋友嘅時節，不像他們按做嘅時節，我係到大學嘅時節咯。大學嗬，營養線嗬，因為大家全台灣冇窮人嘅素材來嘅啊，大家全唔認識啦，全冇熟識啊。提這擺新生訓練嘅時節啦，我就錯到嗬，全教學嘅別個，唔感到平常功夫有時。我哋做乜叫佢去到別個？因為佢有90度，很溫暖。哦，取暖，你去取暖啦，冇朋友啊？冇超暖。哎，挑安帶安用這樣，然後兩擺哦，兩個時節哦，就一個朋友行落來哦，講，誒，你係白客麼？哦，你好，我係馬上，我做啲老人交朋友。就通常你嘿，兩個人係提這把感受到，哎呦，朋友嘅溫暖，安。我啲因為我有向鳥嘅，中國腔是一條大鳥公，佢其實心肝主動上。有可能因為我係獅子座，沒算係一種嘅鳥。是哦。好冷凍爛嘅。咁會見來講呀，頭擺就是個朋友好冇？我知道朋友喊係要緣分啦，仲係是因為佢到新莊去到台中，係經過一段時間，係因為成年嘅共學嘅關係，我陣件事都改變個朋友。共學就共下來學東西。係共下，大家是已經從冇客人。係知道用真件共下來學習啦，所以講有一起共患難，共下嘅真係他革命情，係他容易變成好朋友誒。顧總，你們有共學？我可以用時冇啦，用時嘅情況唔係所樣樣。所以係學教育派嘅必須，如果用時必須之前就好像都一盤散沙，沒有一個凝聚力。因為我兩個好朋友就加水就可以把沙皮粘在一起了。你了解為什麼水全部會灑？因為你冇嘅細毛嘅咧，全部是洗來，冇像妹講按水啦，按是一張情哈，就係講給種先用班撈了一盤撒沙，變咗大家有 name 先。就係講啲上課時節啊，下課就留下來，幫我嘅好朋友就做一個領導者，就講你來參與一個比賽，共下來教一個發通啊，共下啦。嗰時候後輩有乜嘅贏到咧比賽冇？後來雖然冇贏啦，唔講係所講就老一就老一輩嘅感情啊，同學就從此之後嘅感情就變到同好咧。哦，你哋仲就係人講嘅共患難嘅，共哈大邊，共哈大邊，共哈大邊咩係種嘅嘛係友情啦。哎呦，咁講係共患難，哎呦，咁講啱用話冇朋友呢？誒，係當到朋友。對朋友啱好見。你係榴蓮好朋友。係榴蓮好朋友。好啦，講到啦共患難，你嘅子瑜都有經驗。係冇錯，我嘅共患難嘅感情比之前還要厲害，我教下唐詩記條嘅充電出嘅那一刻。唐詩充電。因為最後又冇贏啊，我問佢有共患難嘅精神係嘛？冇，共患難真係最重要嘅啊！結果冇充嘅，結果冇充嘅。我故事都談看。談患難捱嘅真係共患難都共患難，就係呢，你喺貴州1年生日去嘛，天在愛好事嘅課場就會打傾掉，跟住就最簡單傾，但係我天在愛好事係嘛講嘅咩？道理，冇錯。講到道理呢，一開始你就非常嘅等人家，跟青島嘅同學可能1個禮拜、2個禮拜全部熟悉咧，跟捱住佢說，我蠻點都點熟悉啊，其實前面哎呦，係就存下捱老記，就兩曬，唔係記，係就記，捱老記兩曬，2年出嘅時候，其他就。跟你6
常人啊，做嘅上好好，慢慢等哈，等上一张人来讲哈，自己就继续搞其他嘅同好后背嘅动作，係咪清楚講？行接哦，跟人家就繼續啲碰順等唔錯，你就乖乖做嘅上好一樣，等，副上講，你會手氣，你會手氣，只有你就手氣，就證明更換那個精神。後來到了6年生，過6年，你會分組嘛？分組就會分強力發展組啊。嗰時因為我嘅朋友就上來非常嘅文靜，非常有氣質，講嘅細妹，跟人就上來請帶人下。嗰時候呢，有嗎？有電影下，有電影下，經過部分都電影下。我老記就歸分到強組，就一隻搭檔嘅感覺。可能經驗阿宋啊，就演人家嘅小姑，可能經驗姐姐嘅演咩，就有啲共患難嘅精神。共患難嘅精神，就因為一開始大家佢2個唯2班上成績最好。冇唔錯，後來衝最好。真嘅，真嘅。哎，唔相信。你們學沒？有啦，因為學姐啦，好像很心虛一樣。他學姐。不過我知道吼，呢一種嘅友情真係any培養，any 後來會變咗好朋友嘅方法之一。你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一開始人生當中，知道最認真來交往、最認真來去呢一種朋友係哪個朋友？你下咁朋友聯絡，等下再嚟繼續來留大家分享了。啊，起電菜，結果阿娘喺面就有爆，都起來啊！喺面就有擼起來，擼香香的，眼面都係解，太解要。這邊空氣人嘅鬼仔都會顯了。因為我用是有戴個牙套種牙哈，跟眼線呢就老牙動物牙用來出來，跟牙都見會戴到牙，唔係啊，我當然叫。歡迎大家多多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加入大家分享到老嘅幾煞好朋友形影不離，如膠似漆，就像公婆咁樣嗬。嘅阿師爺咩係安尼係冇？我同我一個朋友咩係形影不離呢？你睇之後有能力出去了，就會國內旅行啊，花蓮、宜蘭、墾丁一片，披風都去過，係遊樂園。你假如講戇嘅，佢唔是講誒，算唔出來。韓國出國按重要嘅事情，愛人生體牌出國就會同佢還有另外一個朋友相講。我應該提前排前經動腦筋。冇咪講，唔係。不過撈時間好朋友體牌，撈好朋友叫下出去，咧代表撈咧好朋友正經係感情動好。既然講到呢個事情，咧下就問題即係講，你撈呢個朋友做過乜嘅影響當親切嘅事情，不管係好事情，一係叫下去做壞事情，一聽都有嘛。就像個小學生啊、國中生，很喜歡自己做壞事，都習慣誒。幾張係自家嘅好朋友，怎會做呢條事情？你家先來講。冇唔錯，幾時間好？我16歲天天，阿爸阿媽就講，你做唔做做壞事情咯？唔過啊，依家嘅朋友學出皮帶藝強下來，穿藝。天生嘅耳孔，穿耳孔，穿耳孔。我說其實對我嚟講係印象非常嘅深刻嘅，因為我阿爸阿媽講，裝唔得穿耳孔哦，因為按用嘅路財。我係真見我同阿爸阿媽講，你都係錯嘅，我真見係後悔。因為你傳動多錢。冇啦，真見我路財用唔用？不過大家都有傳啊。我啊，你啊。不是我給錢有錢。因為你穿耳孔嘅時間，你就經常會買動到嘅耳環嘛。就是買上癮，嘿，就會揾路財啊，全冇錢咧，冇錢咧。穿耳孔啊，你咩冇錢咧？我青島耳環。好啦，唔過我剛剛穿耳孔咩壞事啊？因為像我生意社就穿耳孔，俾人喊他做。生意社，喊聽我阿妹帶我去穿嘅。哦，都挺跟阿妹最近動開面嘅。係啊，因為我阿妹去緊沒有穿。你幾時嘅狀況下下我阿爸好，阿妹好。我係啦，楊毅工作慢哦，這麼安定哦。要懂通懂。你就戴那個耳機就好，這樣。哎，繼續要按鈕，繼續。
哎呦，太轻易了。好啦，我让我嘅朋友做过最坏嘅事情，其实因为我一直都会学生，古时人都太好嘅事，我将让我嘅好朋友向我翘课。哦，因为嗰陣時，你太好嘅時係做嘅目測嘅片啊，就留嘅苗孔，係非常強嘅。跟有一年天氣天時非常嘅好，嗰時嗰陣你就講，今日天時暗好，你看下睡覺啦，佢就好，你看下出去就冇去上課啦。跟做嘅路紅嘅，你看到同學其他講，阿思妍天時暗好，冇出去啦，冇去，你看下睡冇去上課啦，上課向冇嘅啦，我就聽到人太架出去教咧。古時候本單嘅堂課可能有30個上，大家一個奪課、兩個奪課、3個奪課，奪到最尾嘅堂課係咪2、3年定？也唔好講，因為其實後才有學妹做嚟代打。Hello。如果講到你奪課，你可能係唔係動嚴重嘅事情，有一隻媽媽，佢係離開你課堂添，離開屋企安嚴重嘅事情。至於翹課，愛翹家啦。公學嘅時間每補卡都大家補卡都有媽。翹家唔係成英嘅專利係冇？唔係呢。媽媽未翹家。媽媽未做的。公學嘅時間大家補卡都有媽媽嘛，所以大家感情動好啊，該係讓先生老公吵架嘅時間，愛你是互相收留翹家的對方。哇！互相收留翹家的人妻。對，互相收留翹家的人妻，還恐嚇一起罵老公。互助會啦。彼此的避風港。比那種李明照顧中心還好。用語事前。哦，就按照你們要成立一個互助會，叫人妻互助會，對，罵老公專區。沒有講到嘅意見，還有其他做過嘛嘅其他動錢嘅事情。我嗌人講真嘅有拉錢，嗌用到數錢。我看得出來。看下就天錢啊！你頭擺有個工廠啊，實習工廠咩，都地擺去做些，你搞個實皮啊，後來個鐵餅嘅當杯，去用個電焊機去下絲啊，你是臭男生嘛？啊，時常就做到嗌人嘅個好朋友啊，用會做得按樣型，也個係當正規嘅材料啊，後來就吼，現在你拿個砂輪機攞佢挪平了，係啊，用張最本咧，後本人使用。素真嘅動錢啊，錢。但我知道啦，手動錢嘅原因係真緊，那動危險。你假使冇拄好，我嘅手到用半輕嘅時間，好高嘅身上用個身，我用半對我拉愛來交代，好才冇事情。係啦，就年少輕狂啊。不然上社會頭條就很易咧。你超瘋嘅。我阿爺妹甲我講嘛，人數錢，速動車啊，給你切㗎，唔係追錢。你那邊錢啊？越追錢。冇啦，佢還好啦，即係個高中嘅時間就冇嘅假事了啊。咩東西？就係高中嘅時間冇假事執照啦。比如說，你就按照乜嘅違法駕駛？照片咯，照片啦，照駕駛。你在搶存咩？青春咩？我係58年那個地啦。冇嗰種時咧，就高中跳起我都擺，結果就摔車了啊！啊，因為喺捱起我都擺最近捱就動手佢會出爽嘛，啊結果好得佢冇事情，啊佢就動手捱，因為吼捱喺樣啊起電柴，結果啊樣捱面就嘣，做天奶茶，捱面就有擼天奶茶，是漂亮的。捱面都喺街睇架要，這邊要空氣人但貴嘴都會顯了。因為捱嗰種是有戴個牙套種牙哈，跟眼線的就老牙動物牙用來出來。跟牙套見會戴到牙係嘛？唔係啊，冇得人叫嚟，跟住我就喺度搏踢咧，喺眼前一搏嘅要留佢丟咗。你用是應該係識頂龍張聰。唔係啊，跟後面有應該散啦。哦，係捱住動鏡啊，木卡人媽捱住講哦捱同乜嘢轉去捱母校國中嗬，因為捱母校有個東廠嘅東國嘅台牌。再過一拜。係，捱住捱咩唔知捱住行啊用嘣，落去枯竭咯。買入口呢？買入口呢？命跳狗啦，偏很準。平衡感不好用。車架下去。開始個上5塊，如果按陽光。最近吼，安尼做學生嘅時節，尤其係19歲，其實真的不知道輕重，唔地強重，然後真的違法事情冇個做。排泄。頭菜過嚟18年唔會對焦嘅吼，係喺凍漿。
啱啲啦。該聯繫係因為你台去咗唱白眉啦。不過剛剛講到太提示你個好朋友鬧才，你哋感情動好嘅細節嘅事情。不過你基本嘅主題係過去嘅友情，過去做乜解會過去？天才會發生喺啲事情，本來嘅感情談聽，甚至係直接談聽。發生乜嘅事情呢？事業。天嘞，友情開始變質就在這，因為佢就充實強友。然後你強友，我有朋友，我還有當到朋友係啊，因為後佢同一下個對象哦，應該係講老公啊，先生結婚咧，伊都從曖昧到交往，我完全有參與哦，我都啲哦，這種是我朋友就大言不慚誇下海口就講，我就想請向下搞個潘天天啦，我唔想去結婚哦，我動腦嗰種當娘嘅死來哦，係，啲人同我講，結果交往之後唔見睇咧。我朋友唔見佢咧，我朋友漸漸嘅心情就越來越少，還有出隻小事，一年還有同昂高潮還發生過，就係我有一擺喺路上看到佢，當久冇聯絡嘅咩，佢就消失誒，遠遠看到佢哦，就用下啲男朋友向下行過來，俺又冇聯絡，應該停下來看。大姐，我不講嗎？冇，遠遠看到啊，越來越近咯。其實本來一張神秘的微笑。怎樣神秘？這樣。像看到陌生人咁咯。哎呀，還有說哎呀，對眼暗頭。啊。我同佢搞成係閨蜜。有啲做嘅點係最熟悉嘅想法。係啊。閨蜜竟然用同佢暗面下頭，本來一個神秘的微笑，就用同佢擦身而過。啊，很奇怪佢可能竟然咩要看到 Q 啦，變嘅黃啦。那有暗含當你看嘢。因為今日不宜之處，與阿爺妹上家們會知水你。冇，因為電我帶嗰啲罐頭塔啦。要件事情啊，已經懂歉。用手亂用，你在取笑我是不是啊？要已經懂歉了，還有，我係同意喺強澤嘅條男模嘅設計師。強澤啊，條男模嘅設計師。因為我就去做條男模，啲設計師就同我講，我好朋友唔曉結婚咧，係。唔會，我面子愛變氣奶咯。你唔知嗬？那一隻高氣色嘅閨蜜，第一隻普通交情嘅設計師嘅最低度，我抵定我係好朋友，我係過去式好朋友，愛結婚咧，我情何以堪？真係很難過。我知道佢根本就冇人去尊重嘛嘅閨蜜，嫁嘅。你講起生意，你自家係咪因為誰來因？唔過最近我幾時嘅朋友嗬，咩因為一生來嘅變質了，因為嗰陣佢都搞一生來朋友啊，幾十年嗬都變咧，變到真假嗬，冇啦，看到我咩係神秘的微笑，完全冇人，嘿，真見唔啲係咪嘅同強仔係生來嘅係嘛？係咪變萬用嘅？變一整年係嘛？係啦，唔講話跟真見，嗱老件冇強用嘅就係我老件咧冇個上家門咧，後面前面都冇上家門咧，看到咧完全尊重冇認識，我就知道佢完全唔係我幾時認識嘅朋友嘅啦。冇錯，阿姨現在看到嘅情況，有冇嘅話去講？我說你剛才用稱讚對咧，懂讚啦，就是講，我說唔是吼，一個熱臉貼冷屁股，真嘅，因為我嘅用時啊，個朋友啊，後來就天天咧吼，佢知道我為一隻空嘅本佢跳落去啦，後尾冇人嚟求證啊，根本就冇亞頭嘅事情，其實老亞頭嘅事情動作係真緊嘅啦，後來就冇人嚟講法，我就說講後來按就算咧。我講有污飛啦，就 let it go 啦，就不用記。好咧，唔係唱歌嘅機會啦，該回去呢，跳擺咪就按樣嘅情況係冇。我只知道朋友是係，上次有話有唔講清楚，和拍攝做事情我知道係真改，所以我到共學嘅時間是有很深刻的體驗。該回去試這開始係冇。共學嘅時間呢，因為大家都感情動好嘛，是從不抗英恐龍啊，很多人起見讀好，開始寫歌啊，喊寫歌嘅時間，大家是講哦好，你做什麼我們都支持你，幫你加油，加油，打氣，加油。結果問題是係，
因为到供血地步都当到成因那个法头嘛，是全部爱安排，他安排了啊，因为下个月时间越来越多嘛，还是总爱这件事情越来越多，还记得是讲，你怎么可以都做你自己的事情，然后不管我们供血？他前面刚都是讲，唔係啊，我做嘅事情有冇良心水？我用做的唔係大家講嘅。講到薪水，講到錢，還是做唔得接受，挺過分，冇半幾千，係冇半幾千，做唔得接受。講清楚，講清楚。冷靜。觀眾朋友，大家想一下，都帶安尼總把強到企嘛，過來，等下再來老大家繼續來分享故事咯。等下安尼先聊一下了。大沙輪流那個麥克風講話，以利用你個時間講嘛緊啲嘛。大家，今個菜就好鹹嗎？大家講有哦。他說哦，可是假如不是伯謙哦這麼小氣的話，大家的菜會更好哦。佢見過你4年，全唔知我唔係上游嘅爹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嘅現場，我係相信好電視條前嘅觀眾朋友加本安尼裝白鏡嚇到會死，到底你阿度係用輕軌做乜解東西？本來講，嘛嘅東西，你係跟朋友係嗎？我嘅朋友係認為錢吼，讓我吼。這個關係東不離東，西不離西，我談過哈，這個成語就是讓你真的很生氣，躺喺講嘢嚇，你哋真係看到，你阿朋友吼，真緊就開始對我動好，到嚟大學4年生嘅時間，咁就是會畢業啦，學弟學妹會期盼，畢業辦桌本學長學姐啊，我冇簽啦，所以會期盼個義賣活動，那個義賣活動當中哦就買一個我動好食嘅東西是吉拿棒，咁有些我寫到學弟妹想講哦，我想假使冇買貼吼，我做得全副秀轉了，用原價你就進貨嘅價錢全副秀轉啦，安用。想講動好食做得大轉衣服哈，慢慢食安用啦。我想講啊，動好先嘛，過嚟佢糖到咧，其實教唆我學弟妹講，白強你啊做主持哦，佢應該要錢哦，你買佢行哦高嘅價錢，唔怕啦。佢係糖到咧。我要你講，最好就還蠻結束哦。畢業盼做干嘢咯，畢業盼做干嘢。大家哦，畢業生大家將來大家輪流那個麥克風講話，對，來頭大家講一些深度嘅感同嘅話，佢利用你個時間講嘛緊啲嘛。大家，今個菜就好鹹嗎？大家講有哦。他說哦，可是。假如不是伯謙哦這麼小氣的話，大家的菜會更好哦。佢見過你4年，全唔知我唔係上游嘅爹，我馬上企起來，我該上鏡唔是麥克風，我是在台上講。你讓我點。你倆哈是個每日後哦，因為我買凍多嘅吉拿棒，每日後全用我嘅錢，你就捐了幾多？你捐多少錢？你講，還有最少我嘅錢係我自家賺嘅，我富二代，你嘅錢全係我讓你爸爸媽媽伸手要的，你不要臉你！你都要吉拿自己動安的。我真運動嘛冇，大家冇看過安用嘅白欠哦，還有呢我也吃不下，很尷尬這樣，哎呦不小心真面目跑出來了。真嘅當定講，我呢個事情可能係因為大家對咧價值觀，還有大家見來見人、見行見人嘅關係，故所謂要按朝鮮咧大家模仿佢嘅局面嚇。不過發生呢個局面過後，大家有想講嗰啲修補、呢個修整呢個關係麼？有想要主動去修補、挑白呢個變到唔好嘅關係麼？對，最愛嘅梁生英嚟挑戰兩生，合度好，講開最一前一後。係同大家講呀，咁興啊，愛
修补的迄个健身蒙油、小色，本来你管迄边做按钮，迄外位肤质的嘿。其实关系较歹啦，嘿。係啊，係無？唔過好啦，我是唔講按完，我還係要修補啦。我哦一段時間動作本期嘅台牌啊，我看見我即個下來無啊。也係你自己對後尾熟練下咯。嗱，依件本係台牌嘅咧，啊，唔過佢就上次就愛肥冇愛肥啦，就同我做個據點王啦，冇就個回貼圖按樣，你用按樣點哦？點啊？跟住講嘅。你係講係修補，不是，哎，修補，他喺我有我知道，佢今日我去隻地方，我調試去妒忌，我因為我做定我，你是恐怖情人，那你是前男友吧？我就喺揾錢數我咁講嘢，我就講，哎，按中式強有很樣嘅喏，佢又來個神秘的微笑，哎呦，笑而蒙娜麗莎嘅弟嘞，佢冇按過龜，佢就話用少少要冇喺講法哦，我就繼續講。都冇喺同我介紹物嘅係，佢就講法，佢講，我咩唔知介紹物啊，而咩也就係事實啦樣。我知道你根本冇啦，尊重下閨蜜呢。真嘅，對啊還有我知道，我真嘅對佢冇暗衝腰，因為我當場就逼佢講，我留我嘅沙群社群，還有聊天嗰種嗬，我留我加咗落，因為。家下頭前有睇教講，佢擦身而過嘅事情發生有冇？我再一見到老佢全部嘅聯絡刪除 delete 聯絡方式就刪除掉咧。還有我同佢講啊，佢講佢冇發現我老佢刪。因為佢冇要見你啊。係啊，老高分啊，我頭心寒呢。心境真件事比千萬好過分。冇發現。他要見你，平常時就冇小情你。古時我嗰樣時就逼佢，古時按下後張重啟聯絡，張重新聯絡按樣。啊，遇到佢樣就刪除，唔過我啲朋友嗬，雖然我冇攞佢刪除啦，唔過啊，我回訊息嘅時間嗬，佢冇應我，係咪咩攞我啲啲圖標？有可能，佢唔應用係同肥達。誒唔講而家咪都冇 N 藝嘅，嗱，而家冇應我。重色輕友，我冇做，而家係重色輕友。誒嗱，唔過其實真件咧，因為有時是在關係嗬，轉冇到條拜嘅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真件回不去了，因為有時是你咩想可能有啲大送啦，唔過有時是你想到也關係唔對，按用白嚟修補，冇修補就本起算咧，也下衝捱嗬，就衝一時間啊，一事情衝風本比較就好嘅，溫風比較。比較就好嘅啦。不過兩種係咪係一種人際關係，有時就會發生兩種事情，你就知道，然後兩三人係唔係窮路人嘅時間，就知道，好咧。他走他的陽關道，我走我的獨木橋。那是公兩機啦。我要講我的話好嗎？係，因為兩三人根本唔係窮家世界嘅人啊，佢回去，你用乜嘅方式來修補，係知道冇算咧，冇知道，因為嗰種是大家是講到重新感情當好嘛，可是可能我做我自家嘅事情，其實佢都是安然。還嗰種是我最難過嘅是，因為雙寶夾爸爸，應該是講出來吼，即係雙寶夾爸爸其實老記得去強騙，所以我是想講，係啊，我是想講哦，講比較小聲，大家還是聽得到。對啊，可是我還有講小聲一點，莫講。反正還不會含有字幕啊。我想講應該關係是修補。所以你哋啲因為有時你會知道，當時夢嘅時候講，一開始講，我會記起你哦，我聽朝大家會聽上你，因為冇喊嘅時節，大家會聽上，到幫嘅時候，大家連貫你講，誒，我唔做先哦，唔係你來做嘅事情，係咪咁樣去？係，和保後是雙寶，其實我講，我知道雙寶當董事，佢講，誒，媽媽唔怕，誒，媽媽，媽媽唔怕，其實大家都係做自家嘅事情，係你未做自家嘅事情，所以你冇唔錯啊。真嘅，好暖哦。因為青島你就會想講，哦，我付出多少，冇想配上人對起我付出多少。像嗰種是我嘅個朋友啊，我就看佢嘅 IG 嘅限時嘅動態啊，就非常嘅感覺，就感覺佢遇到嘅低潮跟悲觀，我就特別就關心佢哦，我大
个纹啊就肉虫，不会上来就讲，哎，最近好无啊？虽然你还冇联络咧，不过我还有默默的关心你哦。哎，那还有那个问题啊，我都传你片哦，后来就回我谢谢。哦，看到啊，加六加可能你的事情前景都唔好，唔想非当银行嘅。我特别关心你，回答我谢谢，好，我就谢谢，拜拜。我就想，我啱最后会变到我就想算了啦，可能我等到你全部嘅办好嘢，有人结婚啊嘛，加上你张做的见面，就可能唔会去，系唔系？就谢谢这样。就谢谢。不过安尼上下对，就那个感情，那个朋友之间的感情，又上次在破裂之后呢，你想到你自家付出就结到，不过陪生意感冒正经来上来收奖那个过程，有冇？有非常讲有冇？我就讲你啦。我就按用笔记加我嘅社群啊、聊天软体之后，我迄吃到啦有啦，几个星期有比较夹到的啦。不过我有想，你迄看没有输嘅，给你3秒，给你我就看没有去比。你感觉阿年妹哦，交朋友很像在交男友。我看很紧啊，然后呢盯得很紧。不过我知道佢小息1年。发生乜嘅事情，同佢男朋友有乜嘅心路歷程，佢完全冇同我報告，我知道咩懂唔好。為乜解聽人報告啊？係佢係我嘅好朋友、好閨蜜啊，我下報告俾你啊。係啊，當然發生乜嘅事情，乜嘅時間盡追啊，你嘅過程。係啊，同我講啊，他喺我要結咧，佢要結啊，因為佢同我講叫我結婚咧，佢就講。跟我跳未無？很滿意哦，也很有唱，係啊，唱唔出來。我唱你做半年。冇啦，因為技術你低咧，嗰時候佢問你講，我紙本還係電子，然後愛地球，按樣去。冇可能，假使我按樣問佢要出節目，韓國。愛同佢屋卡就會兩甲別嘅風嘅哦，佢用樣係佢用機嘅本啊，用機嘅本啊，用咩睇到用出來是隻下午茶拿因為跳完嘞，中題啊，中題啊，真挺歐巴嘞，真的又再次心寒了。後來冇事啦，冇事。也冇係新嘅啦。我在留言嘅，哪有好朋友？我會緊盯你們多少秒鐘？恐怖情人，你留上結婚嘅時間哦，那個帖子要親手奉上。真嘅點啊？不要跟他斤斤計較。我好少都衝愛，係啊，衝愛老愛朋友啊，就係佢後來講到愛啊，佢還會欠嘅，衝愛講愛朋友就提到愛命嘅時間，啊，愛想講要跟他修補些關係啊，啊，佢最後會啊算了，把它當成空氣一樣就好了。你要兩邊做佛地魔，我講到。係啊，就啊算了，就 let it go，嘅會見要那醫選差唔多啦。該用其實係記得想要修補一下應該關係啊，那生日一些就送一些小禮物啊，莫上一直傳一些簡訊，可惜我的心已經寒了，碎掉了。係啊，所以應該是從公司算了呀。親好，啊你講好那個情感嘅事情，不論係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就像呢個強嘅強融，大難睇過後。有可能破鏡重圓，冇可能。就算真嘅老嚴重去，新冠都會唔會庸庸縮縮，一定會有。你嘅觀眾朋友咩想下，你老兩隻朋友嘅關係咩查過後，用版來修補，用版來爭咧。韓國你下一段節目來大家講嘅是係，你要馬解法，上來對兩個朋友來講啦，等下再來繼續來分享。讓人生嘅氣勢係馬解。幾片。我對你講，祝唔幸福。廿年多人生另外一隻階段咧，如果可能，我就會提醒我自己，做唔係變作用充實強有經驗。要喺度嚴公避水啦。是哦，我有得到啟示哦。唔該，有些媽咪警惕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我嘅節目現場，加動到青島東電影嘅故事，親像係乜嘅鬼故事咁樣嚇。不過你下世講你對負能量這個到新冠度慢慢嘅消化過後，即刻要去留對方來相處嘛，你個心態用版型來轉變嚟理解。雖然
有暗用嘅事情，情感都聽錯位動感酷嘛，吼。唔過啊，雖然其實佢係本呀愛情，看唔分享事情嘅係冇。唔過啊，其實係咪知道冇相關啦？也就係大家嘅選擇。如果用嚟做，就搶面對就好啊，自己好個性化就好。要豁達哦，人生按開用。豁達係，我喊你做到朋友啦。我咪同認同佢嘅講法，因為我感覺你自己就係學識呢隻口氣嘛。就以前我咪可能人嘅朋友冇親眼，我就會非常嘅要緊，非常嘅艱苦。我嚟而家係真係看淡咧，因為大三年嘅意思，有人愛來就有人愛走。唔錯，來去去。假使講吼，像安樣來去去，有人來有人走，我就知道我冇辦法同我也就朋友肥到過去嘅。最主要唔係人嘅朋友。係啊，真嘅。有淚痕啊啦。係啊，重新聯絡安樣要半年嘅哦，我知道再唔去頭擺嗰種舊心嘅感覺誒。吼，所以我就想講啊，嘅安樣吼，我就講想講無話好講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對啊，唔會知道佢老公搶睇人朋友。唔錯，唔掂喎。嗰種時我就想講啊，佢安樣充實強有，我其實有一隻團體，還有哪個一隻？嗰個係 SHE 三姐妹。F4。哦，有4檔嘢。係，有些哪個一隻唔記得啦？美女 F4。係，嗰時候佢就知道，佢就冇辦法諒解給佢欣賞，就知道給佢欣賞，搶走兩三個閨蜜。哦。係，嗰時候就總共一支film專輯。安尼談起來啊，我知道應該係阿爺妹哦，係喺同菜對方啦。係啊，我知道講安樣嘅東西，就係人生當中你交乜嘅朋友啊，而係做挺好嘅。係，不用緣分啊，係緣分啊，就好好過好自家嘅生活就好咧。所以我說唔會本影響到。唔會本影響到啊。你咪當可以讓。所以我最開始佢從講嘅咩，唔會本影響到。因為既然人生冇幾多年，就得讓咁多幾多朋友。阿彌陀佛，佢會既然知道啦，人生要按開用。係啊，人生看當開，其實我家兩時係真是當壓啦，咁個要唔兩年就喎。係啊，咁個兩幾年我是知道，其實唔怕，因為記得家兩時已經講我是用心愛當到我自家做在做嘅事情，所以我每次都冇要緊。都感謝記得。係感謝記得。我哋下本大家來講一條嘅話，本家上人也係家條人來講心肝肚嘅話不減。真緊哦，家下哦，始終講到心肝肚嘅話咧，真緊有就對哦，你頭前哦，非常鬧眼睛哦，可能哦沒有種相處對你嘅心臟來講哦，係你嘅退休，不你心臟感應。譬如講頭前哦。佢真緊道歉嘅事情當吼，本來當到難看哈，大家圈看啊，按樣唔好啊，唔過咧，後來應該是想講，讓我自己講，我很羨慕你，你家很有錢，唔係你家啦哈，你家，你阿冇卡動就錢啊哈，你冇卡動就錢，梗係冇辦法改變嘅事情啦。雖然我想講，我請他動啥忙哦，不過未總得講你冇啥忙是做得得到很有錢嘅目標哦。你努力的時候在哪裡？我後來說服自己了，寫到落體改良師。落體改良師有三忙到，就是大家在競爭，比賽馬上行路行好加嘅師，別，哎呦！落去有錢應該不下咧，所以啊，佢先3萬咧，後來變，因為我一開始冇3萬啊，所以2下你漲3萬啊，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，大家冇去看到其實按有錢，你全做挺好嘅。我以為講係大家冇到2下按漲3萬，強嘅師姐做係3萬好嘅，係按樣先講。家兩時就先3萬2下先3萬，拍聲音來達標，係咪？嘅會傾要乜嘅會來對呢個朋友來講。我想講是家兩時係我呢個最後一餐，
小安英最后的晚餐是吗？没有晚餐，系中餐。枪毙的中餐，只要英雄大家以团团为主，我还是开始讲，就是唔插共学嘅事情啊，做自家嘅事情啊，所以我家用是真正当啊啦，可是你下真正唔会咧，真正唔会咧，真嘅唔會。因為我感謝佢都先求叻下嘅我。大家就當感謝人生，啲到自家不卡，啲到嘅免挑戰呢聲音係唔係最？一個想法做錯嘅啊，一出以來我就試過講啊，唔係嘅唔係我識佢嘅朋友，係嘅朋友哦，識佢我暗號嘅朋友啊。哦，安尼想換位思考一下，就會規則心情會變得較好啦。那我係說講一位朋友吼，唔好再暗用嘅就是小心眼啦，也係講呢，脾氣暴躁啊，希望吼唔願意做識佢暗號嘅好朋友。唔咩條條係馬吉咯？冇啦，就老吉講一個忠告啦。哦，係唔係？佢師爺啱乜嘢冇？點解解法？我老吉就講，大家都懂偏佛，都有得到一些啟示。愛咩要？人人生嘅啟示係嘛嘅？幾片。我跟你講，做唔幸福，唔係入到人生另外一隻階段咧，誒咩冇辦法從少女時代向下鬼混了。不過可能我就會提倡我自家，做唔係變做用通識強要嘅人。愛好在係要陪你朋友，係要朋友冇，愛就唔啲嘅。又係嗰度嚴重避水啦。是哦，我有得到啟示哦。唔該，警惕自己。乜嘅言講言比賽？係啊。真心同佢講法。家講嘛，小紅時代唔係啊，你還負人家時代。講清楚。不過專批嗰種小紅時代真少誒。咁你家嚟上喺老記就講乜嘅話？其實我知道嘅係個時間唔等於我嘅時間啊，吼，雖然可能也愛情啊，幫一個感情轉唔去咧，不過我知道咩冇相關，雖然也係冇聯絡咧，但是也係講要看節目吼，來親愛嚟搶一食飯吼，誒，跳下你個大嘴鼓一下，我係當上娘啦。哇，大氣啊！唔該喎，大聲啲，你係真係意義喺哪裡？讓家雞都作為 U 盤先，有成可以贏㗎。第三個係笑。我想大家可能沒唔錯重點唔係睇下先撈嘅爛尬，先撈絕交，只有盤血，只有盤血咧。那今天開始我們就不要跟李嘉怡，朋友咧，會破產咧，會破產。最尾請自己來分享下自家心關度嘅話，留給啥朋友用版來講。好，我就老幾個，你呀哈都追求人嘅理想還有夢想，係咩做婚姻，起來咩咩打上網打拼。你愛想嘅那係你有機會做非常好嘅朋友呢，咩情況？我那係冇機會吧，咩上夢想講啦嗬。所以呢，係啊，我知道有叫人哋嗬，唔好叫啦。其實我知道咧係同私人嘅事情啊，就係講喺人生當中遇到情感會來去去啊，咁啊團體啊，你喺心當中用個做少用解釋。改革機嘛，我主要讓他不要這麼尷尬，不要這麼有遺憾。不過假使真正做唔得改革，用解釋。本機八不合一，一點都不好。重點是係講一段人生，係你人生當中同重要嘅一段感情。你觀眾朋友們想下，老嘅朋友有安尼一段嘅感情，想辦法去解決的。最重要係充實你人生當中大段嘅情感咯。下禮拜同一時間，你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發太大功。什麼？你唱什麼？朋友。